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你有冇試過喺人生嘅路口覺得好迷茫呢？好似行極都行唔出嗰個迷宮咁。以下嘅筆記經過我親身經歷思考，最後就變咗發自內心認同嘅人生信條啦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。我哋今次就先由頭10條開始，如果大家喜歡嘅話，我哋再將其餘90條分享俾大家聽啦。喺開始前都希望大家送一個少少 like 支持下我哋頻道先，多謝晒。對過去誠實，唔好講大話。個個都知唔應該講大話，但係講緊嘅通常都係指而家。咁對於以前發生嘅事，我哋會唔會不知不覺咁幫自己編一個對自己有利嘅版本呢？好多時為咗令自己而家做緊嘅嘢顯得合理啲，都會偷偷地執下過去嘅故仔，反正以前嘅事冇人查得翻，少少嘅改動又唔會穿煲。但正正就係因為咁，先至更加陰濕。所以我覺得最唔應該講嘅就係關於過去嘅大話。呢條我覺得好有深度，因為過去嘅事冇得驗證，所以講呢啲小謊言好容易。但松浦先生話，正正係因為咁，呢種謊言嘅罪孽係最大嘅。如果你對過去唔誠實呢，你根本就冇辦法真正認識自己。我哋要學會接受嗰個曾經失敗、曾經犯錯嘅自己，唔好幫自己加啲美顏濾鏡啊！諗下下一個人，無論做咩嘢都要諗下一個係邊個。去廁所時要諗下一個用嘅人，跳垃圾嗰陣要諗住送垃圾去堆填區嘅人，回收運輸嘅師傅，處理垃圾嘅工人，做雜誌呢要諗校稿嘅同事，印刷廠嘅師傅，裝訂部嘅人，將書送到書店嘅運輸，同埋賣書嘅店員，仲有睇書嘅讀者。無論做咩事都唔好忘記背後牽涉到嘅人，要記住呢點。佢覺得無論做咩都唔好忘記人嘅存在啊！呢種為他人設想嘅心態，會令你做每件事都多咗一分溫柔同責任感。呢個社會如果每個人都多諗一步，成個氛圍就會完全唔同。想象你係接力賽嘅交棒人，你跑緊自己嗰段，但唔係衝線就完，下個人就要靠你交俾佢，你交得好，下個先接得順。記住，你永遠唔係最後一個掂到呢支棒嗰個人。唔好揾藉口，一切自己負責。我哋總會遇到各種各樣嘅經歷，無論發生乜嘢事，我都相信所有嘅起因都係源於自己。唔好推卸俾其他人或者個社會，唔好去怪責人，亦唔好怨個社會。無論咩事發生，都要自己面對，自己主動承擔翻責任。基本上大部分事都可以靠自己搞掂。只有當你真正明白說服自己嘅關鍵，始終喺自己度，先可以做到唔使依賴人，靠自己去行落去。一切自己負責呢樣嘢講就容易，做真係好難。我哋平時遇到唔如意嘅事，好自然反應就一定係話個社會唔好啦，係老闆衰啦，係啲同事唔配合啦。但指責人哋係完全冇用嘅，無論係好定壞，所有發生嘅事起因其實都係喺自己身上。呢樣嘢就好似我哋喺條街度行路，突然間落大雨淋濕晒，你當然可以鬧個天點解咁衰啦，或者鬧個氣象台報得唔準啦。但其實係你自己決定唔帶遮出街，或者係你自己決定嗰個時間出門口。當你明白一切都係自己負責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再依賴人，亦都唔會再怨天尤人。你有咗呢種覺悟，先可以用自己嘅雙腳喺人生路上行落去。即係話你先至係你自己人生嘅司機，個方向盤喺你手，去邊點樣去都係你話事。準備功夫要做到足。其實做嘢最緊要係準備功夫，準備得足，多半都會成功，搶到先機。只要準備夠細緻，通常都會順風順水。比較難搞嘅就係個 timing 出手太遲，就跟唔上個勢；出手太早，又會出亂子。呢樣嘢靠經驗係重要，但係都要記住，當你覺得差唔多係時候要開始啦，其實好多事都已經遲咗一步噶啦。我哋要學識搶先一步去規劃，就好似煮飯咁，你洗好晒菜，切好晒肉，備好晒調味料，真正落鑊炒嗰幾分鐘，其實係最輕鬆嘅。如果你一邊炒一邊先去切嘢，實搞到倒瀉落蟹啦。經驗嘅積累固然重要，但最緊要係嗰份提前準備嘅意識啊。健康管理先至係你最重要嘅工作。最緊要嘅工作就係規律生活同埋健康管理。我做文字工作嘅，打理住舊書店，喺所有事情當中，排第一嘅係管理好自己嘅健康，排第二嘅就係照顧為我工作嘅同事嘅健康。要過有規律嘅生活，唔加班亦都唔會叫人加班。如果見到有同事多嘢做到瞓唔着，就要出手幫佢。身體唔健康就做唔好工作，
呢個道理邊個都適用㗎。最重要嘅工作係規律生活同埋健康管理。呢句說話由松浦先生呢位咁成功嘅主編講出嚟，特別有說服力。我哋成日以為搏命工作先係專業，但松浦先生話俾你聽，識得照顧好自己嘅身體先係最高境界嘅專業。你個身體就係你人生唯一嘅本錢。如果你連本錢都蝕埋，仲講咩理想呢？做被錢喜歡嘅工作，做一份錢中意嘅工，過一個錢中意嘅生活，自己唔想要嘅，唔好俾人對錢都係一樣道理。無論做嘢定生活，錢都緊要。錢幫到自己就好似朋友咁，所以每次打開銀包嗰陣，都問下自己個心，使錢喺呢樣嘢度，佢會唔會討厭，定係會開心？以呢個為準則，慢慢摸索一套錢會中意嘅工作方式同埋生活方式。我都要從今日開始學習下同佢相處先，留意下佢開唔開心，久而久之就知點樣同佢一齊過好日子。等佢幫我哋揾路，陪我哋成長，做我哋身邊有生命力嘅夥伴。捨棄自尊，凡事忍耐。將自尊收埋喺心入邊就得，擺低自尊，乜都忍下。呢兩句係我尊敬嘅一位資深編輯教識我，令工作做得長久嘅秘訣。喐啲就發火嘅話，工作就做唔落去。就算覺得唔啱，都要學識忍耐，保持冷靜，諗清楚。呢個係我從佢身上學到嘅寶貴道理。有時候要學識忍耐，保持冷靜去思考，就好似一把寶刀咁。最利嘅時候唔係拎出嚟周圍斬人，而係收喺個鞘入面，唔好俾情緒牽住走。呢種先係真正嘅強大。溝通就係為咗傳達心意同願望。無論返工啦，定係日常生活，識得同人溝通都好緊要。做演講又好，要向人解釋事情又好，甚至同重要嘅人加深感情，交流都係必不可少。正因為咁，一定要記住呢點。交流嘅目的就係要傳達你嘅心意，對工作嘅熱誠，對人嘅關心，對事物嘅珍惜，對項目嘅投入。千祈唔好忘記，交流就係為咗傳達呢份心意。打個比喻，溝通就好似整蛋糕送俾人，你唔係只係將麵粉、糖、雞蛋呢啲材料塞過去就算，而係你想佢開心，所以你好用心咁揀材料，好小心咁攪勻，好期待咁等佢出爐，最後你捧住個親手整嘅蛋糕，開開心心遞過去話，請你食。對方一見到你嘅興奮樣，感受到你雙手遞過嚟嘅心意，就算未食都已經覺得甜啦。真正嘅溝通就係咁，重點唔係你遞咩材料過去，係你一心想對方好嗰份心，嗰份心意對方一定 feel 到㗎。簡單生活，諗清楚，揀幾件真係要做嘅事去做就夠啦。如果件事太複雜，就化繁為簡，跟住俾心機做到最好。如果乜都想撐一腳，結果只會係樣樣都半桶水。想要呢啲，又想要嗰啲，到頭來乜都做唔成，目標唔清晰，做咩都只會係蜻蜓點水，冇樣掂㗎。呢個道理喺而家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真係好緊要。好多人想做呢樣，又想做嗰樣，結果每件事都係半桶水。如果我哋唔可以明確目標，最後只會浪費晒啲時間。其實我哋只需要認認真真、拼命咁將少量應該做嘅事做到最好，咁樣就已經好足夠。生活就好似食自助餐咁，你以為樣樣都攞啲就最抵咩？其實最後食到個胃唔舒服，又品嘗唔到每樣嘢真正嘅味道。做到簡單而不簡陋，先至係最靚啊！幸福就係人與人嘅深刻聯繫。幸福係人同人之間深厚嘅連結，同埋深深嘅羈絆。對你嚟講，幸福係咩啊？如果咁樣問你，你係咪可以好快答到？我哋都係為咗得到幸福而生存嘅，為咗人哋同自己嘅幸福而去工作去生活。知道自己嘅幸福係咩，就等於知道自己係為咩而活。對我嚟講，加深同人嘅羈絆就係我最大嘅幸福。為咗可以望到前面嗰幅幸福嘅風景，我先至可以每日都搏盡全力。想象你係一個廚師，每日專心切菜、煲湯、炒餸。有人問你咁辛苦為乜呢？你指住廚房門口話，為咗收工之後可以同屋企人、老友一齊坐低飲啖熱湯，講下今日發生嘅趣事。聽到佢哋把聲，見到佢哋嘅笑容，就係我想日日企喺廚房嘅原因。嗰碗熱湯同台上面嘅笑聲，就係你一路煮嘢時心裏面望住最好嘅風景啦。
如果要我帶走呢本書嘅一個技巧，我會要諗下下一個人呢一段，有時喺屋企習慣晒，用完啲嘢都唔會擺翻喺原位，成日要阿媽執手尾，其實呢件事真係唔係咁好。正所謂自己嘅嘢自己做，同埋都真係應該要諗埋下一個人用嗰陣時嘅情況。呢一樣嘢就我覺得日本人做得幾好嘅。就好似我試過去日本睇一場棒球賽，佢哋雖然飲好多啤酒，食好多零食，有時仲會唔小心整跌咗啲嘢，令到周圍都係。但係無論點污糟都好，到散場嗰陣時，你都會見到所有地方都係整潔嘅。佢哋喺呢一方面的而且確係做得幾好，我都要好好去學習一下啦。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有咩睇法呢？可以留言俾我哋會好快回覆你哋噶。多謝大家收聽正界閱讀，同埋如果想聽埋其餘嘅90個章節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噶。下集見，拜拜。